今年9月，小犬风台造成婚林的农民在损失真严重。土库都有农民讲因的损失超过5成，也毋过现金救助的申请煞无通过。一寡农民今仔早起就去公所定情，望讲会当重新来勘查补贴因的损失。不少农民13早起去到土库公所定情，讲9月底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真侪农作物包含番麦、葱仔等等，拢损断5成以上。不过经过公所人员勘查，煞拢无通过现金救助标准，希望公所会当重新来检视。因昨起早人起来看，我讲来，你若看我一区，你我写10%，我这部分正常啊哦，头损失到80%，我来做事，要互恁遮带恁遮大家看。甲你讲6、700斤尔啦，嘿啊，本来咱拢收2000斤的，本来也正常啊，嘿。毛种番麦农民表示，伊有2届番麦即摆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损失超过10万。不过经过申报嘛拢无通过。土库镇公所表示，天然灾害申报有一定的天数，作物爱损失超过20%才会当认定，会搁再招农粮署人员研议讨论。因为咱即届的风台是严害的风台，无雨，毋过即个风是严温的，将来毋捌就发生即款问题，所以改良场嘛毋知讲即个灾害要怎认定。咱下晡有邀请改良场的技术人员来甲咱做即个认定。咱公所若知影伊的判断了后，咱会从宽认定。土库镇公所表示，即摆受到小犬风台影响，全镇申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计有1万多件，其中大约3000多件无通过。公所也发函予相关单位，希望会当放定标准，再搁检视认定，予真正有损失的农民得到补偿。记者王伟雄、婚林报道。